请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5月11，旧历的4月19，礼拜一。今仔日较无昨遐尔啊热咯，因为每号也都是黄酸雨的锋面通过台湾，北部的温度降到30度以下。早起是暂时无落雨，也毋过过昼山区也是落大雨。另外，伫菲律宾东南边的海面上有一个热带扰动，真有可能变做一个热带性的低气压，真大可能会发展做今年第一个风台。 透早大雨特报解除了后，民众就去公园散步运动，把握好天气。不过气象局提醒，受到梅雨方面的影响，虽然较无落雨啊，但是北部山区午后也是有可能会出现大雨，要到12方面才会离开台湾。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都还是有机会出现局部阵雨或是雷雨的天气，温度是有略微下降的情形。中南部地区持续的还是有可能会有30度以上的高温。 除了方面，卫星温度会当看到菲律宾东南边海面有一个热带扰动，可能会发展做热带性低气压，搁再增强做风台。虽然中央气象局也未发布路径，不过会当对各个预测来看，欧洲预估若是发展做热带性低气压，真有可能先通过吕宋岛往南海方向山顶动。美国是预测会对台湾东部海面通过，才个往北行。加拿大预测是上挖进台湾东部海面。 它的环境还算不错，那未来是有一些发展的趋势，不过因为目前来讲哦，就是它的路径上面还有一些分歧哦，所以我们预估它应该还是以先通过吕宋岛之后，然后再看它会不会有发展。 目前这热带扰动也阁真弱，离台湾嘛有一寡距离，所以各个预测会有无同，气象局卖持续观察。